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：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急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讲道请本堂刘英燕传道，题目是现今活在将来的胜利中。现今活在将来的胜利中。弟兄姐妹，你现在软弱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现在在那胜利中吗？安静无声，感谢神。虽然安静无声，我们仍然定义到神的面前，要领受这个在主里面的胜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拯救我们，我们是你用重价救赎我们，使我们得以有一个身份，就是你的儿女。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在我们还在罪过中、罪犯中的时候，你就定义爱我们，而且拯救我们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在这世上会软弱，但是主，你已经胜过这一切，而且主，你应许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主，你要带领我们在你里面，主，你已经得胜有余。谢谢你，以此启示的灵来启示我们，看了你的话语，我们能够明白，而且能够去行出来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有一个母亲，她为她的儿子祷告了15年，没有一天停止过。她的儿子是放纵情欲，意思就是在青少年的时候，他就有了女朋友。我说女朋友的意思是他其实没有跟他结婚，但是却生了孩子。他一直在这样子的肉体的情欲，甚至今生的骄傲里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他非常的聪明，已经是在那时代哲学辩论他都是佼佼者。可是他的母亲非常担忧，因为他的母亲是基督徒，他的父亲不信主，他的母亲天天为他祷告。有一天，他的母亲知道他的儿子要去罗马城，而罗马是在当时候的可以说是罪恶之城。这为人母亲的更是担心啊，所以他彻夜祷告，没有睡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彻夜祷告没有睡觉过的？有人摇头摇很大力呀。这个母亲彻夜为他的儿子祷告，说：主啊，你帮助他，主啊，你拦阻他，不要让他去罗马。他彻夜没有睡觉，一直祷告。然后他的儿子就趁他祷告的时候偷跑去坐船，然后就出航去了。等到他妈妈警觉，跑到海边去，船已经开走了。看起来上帝好像拒绝了一个彻夜祷告没有停止的母亲。主说 ：“No， 我不让你去。”这个就让传道想到3年前的这个时候，神很奇妙。我正要差派，我们在差派前有5天的训练，
在新竹圣经书院，在第3天的时候，我们用太泽礼拜祷告的时候，我的同班同学有一个180公分，很年轻。在那天晚上的太泽礼拜里，神给他一个意象，说4个字，哪4个字？迦南教会。哇！他那天跟他的同事，另外一个年轻人，比他个子没有那么高，但是一样很年轻的。我们要来祷告，我们要彻夜祷告。你们已经知道结果吗？为什么彻夜祷告？是他想来还是他不想来？他不想来。彻夜祷告真的跟这个妈妈一样，但上帝有没有听他的祷告？有吗？有哈，因为他结果公布不是他来，是谁来？应验传道来。这样看起来是我祷告，那天去睡觉没有去睡觉没有祷告吗？这值得我们去思考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思考，我们在祷告中，我们如何在祷告中，我们去经历神的恩典，如何从祷告中，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那个胜利中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有讲到，保罗他有一根刺，他曾经求上主把这根刺挪走，但是上主好像没有答应他。在经文里面，甚至很多的圣经学者一直很想研究，他到底这根刺是什么刺？跟我的刺比起来，是他大还是我大？为什么他有这根刺以后，他新约几乎1半以上都是他写的，但是我这根刺呢，总是让我坐立难安。我们来看圣经学者从经文当中会想，这可能是什么刺？那我们今天加拉太书，我们会前读经有读到，他的字写得非常大，所以很有可能他是怎样？他是眼睛的疾病。也有人讲他可能是什么？癫痫。也是在加拉太书在4章14节的时候，他讲说：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，没有轻看我，也没有厌弃我。在原文里，厌弃就是向我吐口水，而在古时候吐口水不是轻看的意思而已，而是一个驱魔的仪式。所以有人也来研究说，那么他这个保罗这根刺很可能是这方面的。也有人学者说是在哥林多后书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。好，所以他们说这根刺加在我肉体中，那可见是外加的，不是原来的。那么就是研究到那个时候，地中海的东部沿岸它有一个流行病，它发作的时候，就像很热很热的铁条刺入头壳里。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人有这种经历，但是他不是跟他一样是流行病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他有这个刺，他常常就只有这边很烫很烫，但是他的手脚都是冰的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传道会讲，有可能这些病的原因是说，我们的属灵前辈保罗，他也跟我们一样，他也经历这些。他不是平安都无事，他经历这些，我们是不是感觉也被同理？因为我们也经历这些。但是保罗他说，主的恩典够我用，因为在我软弱的时候，主的力量就完全了。不只是身体这些，如果是外在的，在我们的今天经文的前1章就讲到，我比他们所受的苦更多啊！我曾经下到监牢里，被鞭打很重，冒死了很多次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1下，哇，这好多啊！这外加的这么多这么多。保罗不是要夸口他所承受的有苦有多苦，乃是这些哥林多教会那个时代的背景，他要回答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要看他要回答什么问题。在那时候哥林多教会，他们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很多人领受所谓跟神有神秘的经验。在马斯洛来讲，他后来说这种经验叫做巅峰经验，在心理学来讲叫做超个人心理学，就是他曾经经历跟神相遇。保罗说，
就说好吧，你们要夸口，我也来夸口，大家来夸口，玩夸口的游戏啊。所以他就开始讲，我曾经，他夸口的是他受苦的，他夸口在今天的经文的上一节，他夸口的是什么？我也曾经怎样？我也曾经跟神相遇过，我也曾经上了3层天呢。但是我要夸口的不是这些，我要夸口的乃是我的软弱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软弱吗？不管我们今天说保罗的刺是什么刺，但是我们可知道，这个刺是像我们的软弱一样，常常会让人觉得痛。不管这根刺在哪里，刺在哪里，都引起疼痛。而人们希望把这个刺能够拔掉，所以我们常常到神的面前说：主啊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刺挪掉？这可能是我人际关系，这可能是我个性，这可能是我家庭里，这可能是别人的错。我没有办法选择父母，但我的父母就是酒瘾，就是毒瘾。我可不可以逃脱？这就是刺。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求恩典，但主权在神。神既然允许这个刺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要来靠祷告。或许神意识让我们刺挪走，我们被医治，像陈世林传道，他的 B 型肝炎，他见证被医治。在我青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好朋友，他的爸爸肝癌末期，我亲身经历，他肚子都大，但是透过祷告被医治。他的妈妈是子宫癌，透过祷告神医治他，现在他们还在耶。所以感谢神，如果神愿意说这根刺挪掉对你的生命是好的，那么神就会挪到。如果神说这根刺对你生命是好的，神会让这根刺留着，但是他也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。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根刺，我们需要是靠祷告来使这根刺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能力，而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。所以祷告对我们来讲很重要，不只是希望神说好，我们就说 yes， 然后我们周五见证祷告会的时候就来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主啊，你听我的祷告，哈利路亚。那么那些收到的是神说不好的，他们就我不知道要见证什么。真是这样吗？神说不好，是他要用更好的来应允我们。神应允我们的祷告是时候未到。神或许不同意你迫切的祷告，但是神要回应你，一定会回应。只是他的回应是用他全能，用他知道怎样是对你是全方面，对你生命是好的，来回应你。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奇妙，这么爱我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上帝不是说好，他往往会用更好的事物来取代我们所要的东西。我们的心眼要聚焦在上帝的属性。上帝什么属性？上帝是慈爱、信实、全能，上帝是全知全在，他是永远不改变的。我们在前言当中记得有一个母亲祷告15年，记得吗？刚刚说的，还彻夜为他的孩子祷告，说不要让他去罗马城，因为那里是罪恶的城。结果神没有听他祷告，他说：主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让他这一去，他就不回头了。主，你知道吗？求你让风转向，虽然船已经开去了。主啊，你要行神迹奇事，你要行了在加利利海上所行的神迹奇事。主啊，难道你要把我的儿子带走吗？主啊，你要神迹奇事，让那个船回转。
回转，主啊，奉你的名回转。结果有没有回转？没有，船还是去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这个时候你跪下来祷告，神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按照神的心意来变化。如果我们在神说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不愿意随上帝的心意来更新，那么我们必与神来相争，那么你更辛苦，你在跟神拉扯当中。你知道吗？这个15年为孩子祷告的母亲，就是要让他儿子可以得救归向神，对吧？神用什么方法？就是要让他去罗马，去罗马那边他遇到很多的事情，他在罗马的地方就遇见了上帝。很奇妙，我们自以为的神因为爱我们，他会盘算，他会参透万事，他会使万事都能够成就神的要拯救的计划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没有按照奥古斯丁的母亲所求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母亲是谁的母亲？奥古斯丁的母亲。他没有按照他所求的给他，可是神是为什么不按照他所求给他？是好叫他能够从神得着他长久以来所求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已经求很久的事情，神还没给我们的？一定有。我们是不是求很久，我们主任牧师还没到我们当中？是因为神好叫我们可以从神得着，从神得着。神已经长久以来已经为我们预备，我们所求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，我们就在这个当中，我们要靠上帝，我们真的能够每一天靠着神的能力，在软弱上我们可以得以刚强，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。全能的神照着他自己奇妙的安排，居然让罗马成为那个奥古斯丁得着恩典的地方。不只把奥古斯丁带回神自己的身边，也带回给他的妈妈身边，一起走这个天路。神就是这么奇妙。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所求的，神已经为你预备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结局了，我们就要活在这个，现在就要活在主啊，我已经得着那个喜乐中，然后听听神，主啊，你要我心里改变什么？如果我的儿子沉默在那个罪恶中，主你让我怎么样来为他祷告？我心意更新，主我才不会跟你相争。主求你帮助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在为我们的事情人在代祷的时候，我们要想，主啊，你对我们所代求这个人有什么感觉？我们从神的那里来想，主啊，你对待他，你有什么？你要在他身上，在他生命的投资。主啊，你让每一件事情发生，是主，你要一步一步形塑他的生命。主，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？所以我们在神的属性里不断的赞美、感谢神。我们也要想，主啊，你难道要弃绝我吗？你难道要弃绝我的孩子吗？主，你难道要弃绝我所关心的这件事情吗？你难道弃绝台湾吗？主，你难道漠不关心我们孩子的未来吗？我们知道不是，神关心这一切。所以我们要在祷告中，我们要常常停下来。停下来做什么？不是停下来不祷告，而是停下来持续祷告，迫切的祷告。只是我们的祷告会跟之前只有求我要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改变我的心意，随着你的心意来改变。主，我不跟你相争，主权在你。主啊，你来掌权。
所以我们集中在神的身上好吗？然后我们来开口，我们的祷告你就会知道那个主恩的滋味呀。虽然还没有成就，但是我仍然觉得我怎么每天可以很喜乐啊？不只是快乐，因为快乐会快快不乐。昨天放假很快乐，但今天或到晚上就或到今天晚上，明天要上班喜乐不是这样啊，喜乐是在那苦难中，我们仍然觉得我们是得胜的，因为在那属天里面的那个冠冕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，主已经得胜，只是现在在形塑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形塑我们的生命，因为这样子承载力更高。所以当我们祷告时，我们到神的眼光来祷告。那这样怎么样子从神的眼光来祷告呢？在我们祷告中，我们就说：神啊，到底是谁来拯救我们脱离死亡？主啊，是我的孩子怎么样可以脱离死亡？是谁才能拯救他？我的先生，我的太太沉沦在那个罪恶中，主啊，我的公司，主啊，是谁才能有办法使他脱离死亡？只有一位神。那么我们就知道，神有全能又有智慧。还有主啊，现在发生这个事情，目的是在哪里？主啊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主，你可不可以显明让我知道？如果我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主，恳求你让我的心意，至少我能够停下来，我安稳，我持续在祷告中。主，你给我印证。主啊，我看到这么多台湾未来的问题，主，你让我不是看到问题，主，你让我看到是主你的应许。主的应许，每一句话都会应验，因为他是神。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有力量持续祷告，而且我们的心慢慢会被神的转变。我们可以思想，我们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，是谁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？是谁赐下圣灵保守他的儿女？是这位主。是谁没有停止为我们代求？是这位圣灵，常常用说不出的声音来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我们有时候甚至还忘记，像传道，我说3年前，我的那2个同学，他们关在房间里彻夜祷告，等到第5天公布的时候，迦南教会刘应燕。哇！我们全班同学大家都欢呼，耶！为谁欢呼？为他们自己欢呼。我想，传道没有忘记祷告。或许那天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彻夜祷告，但是神已经为我将来神要成就我的神给我只有我能完成的命定，就是此时此刻，就是今天。所要我们共同经历的，在那时候他就定义。所以在现在，我们是要喜乐的。我们掉眼泪是喜乐的眼泪，是吗？我们生完小孩第一件事就掉眼泪，因为我们很喜乐，因为我们活在神的喜乐中，我们活在神的将来的胜利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忘记祷告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，不停止为我们祷告。当我听到我儿子见证他以前的事情，是在年轻人的面前，因为他现在在服侍年轻人，现在校园里面毒品、黑道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好，简直已经是流通到我们无法想象的。当我的孩子去服侍青少年，我一定会在旁边，因为我要成为他守望者。当我听到他跟这些孩子在讲的时候，我就只有满心感谢神，说主啊，那时候你已经得着他，那时候的他所经历的，若不是你圣灵常常保护保守他的话，今天我的孩子不知道在哪里。那么可怕。有一次他为了大家一起去找一个人算账，他的右眼瘫痪，
差，他赶快去急诊。如果我们会想，主啊，那时候我读神学院，正好快要毕业。主啊，这是你的话，你是意思是叫我好好看我儿子，不要去传道吗？不要受派吗？主啊，是这样吗？我在祷告中，神就说：孩子，你尽管去，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，你怕什么？我圣灵保护保守他，你就是喜乐的活在那个胜利中，是我全能的神已经胜利，你怕什么？你的忧伤已经让神也没有那么喜乐，我们的忧伤让神说：孩子啊，你忧伤什么？我已经得胜了啊。所以我就勇敢的受派来到这里，没想到他那一砍手被砍差一点骨头见骨，是救他的，因为他没有力气可以再去伤害别人，是吧？他如果是他是左手，他的右手还可以去砍砍杀杀，但是他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他就被人家砍一刀，他右手痛到已经不行，举不起来了，他还可以去伤害别人吗？不，神爱这世上的人，神不要他的儿女去伤害别人。所以我很简单，只跟我的孩子讲：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担心你的儿女们，或你担心的人说，当我放他去，他会不会得罪神？他会不会跌到恩典之外？我们只要告诉他：我为你祷告，神爱你。发生任何事情，请你回到家中，回到教会当中，因为神的拯救没有停止过。最后我们要问：这应许在人的心动了善功的这一位神，他必要成就，是吗？如果你答案是，那么我们就喜乐的在软弱中，在这一根刺当中，我们仍然虽然会痛，但我们知道那个痛是让我们觉得有人爱我们，我们的身体好好的，没有那个半身不遂，因为半身不遂的连痛都没感觉，是吗？我们还健康，还知道痛吗？感谢主，我们还活着。所以我们要深信，那一位在我们当中开始了这美好功的上帝，一定会继续这个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再来的日子要完成。或许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这件事情还没完成，但是神一定会让它完成。我在迦南教会第一个听到的见证，我就知道说：主，谢谢你差派我来，让我那时候得着力量。有一个妈妈到402教室来跟我做一个见证，说她的儿子曾经让她很难过，她的先生也是，她的先生一直在外，没有回到教会，是直到她妈妈是一个祷告的人，祷告的，直到她过世的时候，她儿子都没有悔改，就是她的先生都没有悔改，直到她的妈妈过世那一刻，她的先生醒悟过来。从世人眼中看，这个妈妈没有看到她儿子改变，因为这个妈妈就已经死了。可是神继续完成，神不因为我们生命有限，他的功停止，没有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我要谢谢这个家庭，鼓励我，使我常常能够现今那个祷告那个生活，是活在将来主你要得胜中。主啊，我要来赞美你，我要感谢你，是因为主你已经得胜，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感谢来赞美神，因为神的应许会应验，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当耶稣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来鼓励。如果现在我们真的很难，好不好？我们彼此扶持。最近传道接到一个电话说，传道，我真的活不下去，因为我持久祷告这个我最亲爱至亲的人是越来越差，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，我真的活不下去。我就跟他见证，刚才我见证，
因为我的儿子说，妈妈，他回到教会第一件事就告诉我说，妈妈，我跟这一位永活的神献上感谢，因为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，我妈妈还活着，不然我会很遗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觉得你活不下去，好不好？为主好好活着，而且相信传道，相信上帝的话，上帝已经得胜。你所关心这件事情，神比你更关心，好不好？我们好好活下去，为主好好活下去。因为我们关心这个人，如果当他回头，他发现他所爱的至亲自己了结了生命，他会很遗憾。愿我们现今就活在将来胜利中，我们今天的力量就不一样，因为这是神的话，说我们有那个生命的冠冕要给我们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请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探以后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阿们。神要给我们生命的冠冕。神要给我们什么冠冕？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还不止这些，还有一个冠冕也要给我们，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保罗说，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个人是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你现在可以看到十字架的人，相信的人，要从神得着称赞。你现在可能有挑战，但神说，孩子，你要从我这里得着那称赞。有挑战就有机会称赞。神要给我们这个应许，在将来，在现在的将来，已经我们可以尝到这个滋味了，给我们生命的冠冕，公义的冠冕，荣耀的冠冕里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要学习，我们不要祷告，不是不要祷告，是不要祷告神成为我们的仆人，他一定会让我们失望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我们所求的不见得是对我们好，他为了我们要给我们生命的冠冕，给我们公义的冠冕，给我们荣耀的冠冕。我们要祷告，但是我们不要这样祷告，主啊主啊，我要这个那个，主啊我必定要，主啊我要，不，我们主权给神，我们乃是要顺服像仆人一样，我们的神绝对会成就超越我们最大的期待，因为我们持续的祷告，因为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才能活在神的心意里，我们才不会跟神相争，而神一定会赢的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一定要赢。那么你会是在那个痛苦中，神不要，神要我们在喜乐中，要我们现今就活在将来的胜利中。来，我们来信靠，来承受蒙受这个恩典，在我们的软弱中，现在在我们的软弱中，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，来领受他的力量。他的力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为了是能够成就一切，容神一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弟兄姐妹，
你的心现在是不是感觉扎心？是不是想到一些事？是不是有重担？我们是不是有一根刺？我们是不是在那软弱中？我们的天父，他在乎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有全能，他能够医治，他有办法，他有策略，将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，而且让我们的心打开来听神的声音，将我们主权交给神，不是我们自主要怎么样，乃是我们要尊主为大。恳求圣灵使我们的心意更新，明白他的心意。全能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，主，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境况。主，我们真的很软弱，不管是身体、心理跟灵魂。但是主，你没有放弃我们，主，你很爱我们，而且你知道，你一直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。主，你知道我们心中担忧和烦恼，但是主，你一直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想太远，不要想太多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在意的事，不管远近，主，你都要保守跟看顾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四季，我们的生命也有四季。我们的教会50周年，主啊，这个季节，主，就是你要兴起我们的季节。冬天将过去，春天就来临。主啊，那百花要齐放，百鸟要齐鸣的景象将要出现。而现在我们就天天领受主你从你那里来的盼望跟喜乐。主，我们要来依靠你。主啊，因为我们要持续在祷告中，我们就领受你从你来的安慰、医治、扶持跟保守以及启示。主，谢谢你应允我们，我们所爱的家人，主要走在你的平安、稳妥、丰盛之地。主，我们相信你，你与我们同行，你要赐福于我们，你要在我们软弱中，主，你给我们力量，主，你给我们盼望，主，你给我们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为了能够荣神益人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也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